Save Lily 事件引起全城轟動，涉案嘅2名港人情侶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。星期三夜晚獲准保釋候查，媽媽關小姐乘坐專車離開紅磡警署。佢哋2個先後前往入境處總部提供資料。佢哋話細仔 Danny 目前由社會福利署照顧，理解當局關注事件，但係難免擔心仔仔。因為佢哋都比較擔心我哋仔仔嘅情況，佢哋可能覺得我哋醫療嗰邊做得唔足夠啊，同埋未確認到我哋父母嘅身份啊。咁其實我哋係可以探視嘅。個仔同我哋分開咗，梗係有啲擔心嘅。但係如果交託俾社會福利署看管，咁我覺得應該係安全嘅。覺得成個過程好突然，唔係我哋所預計到嘅。咁啊，但係我覺得老實講句，我會話我哋喺咁多年裏面，喺唔同國家都俾人屈咗好多年，但係今次咧真係我係個心係最安穩嘅，所以我哋係對呢件事係有信心。佢哋2個又透露，早前警方已經攞到佢哋嘅 DNA， 有關部門正係釐清 Danny 嘅身份同進行出生登記。佢哋短期內會留喺香港配合調查，有機會將 DNA 報告送交瑞典當局，日後爭取為 Lily 申請特區護照，將佢帶返嚟香港。據了解，曾先生係屋企嘅2仔，原本住喺秀茂坪村秀樂樓，移民之前曾經做過救生員，聲稱擁有物理治療師資格。佢同女友關小姐喺10幾年前相識，2個人並冇註冊結婚。佢哋喺芬蘭居住期間喺屋企自行分娩誕下長女，1個月之後不幸夭折。佢哋2個隨即被芬蘭警方控告涉嫌遺棄及嚴重疏忽照顧，引致他人死亡。而兒女 Lily 2021年喺芬蘭出世，但係冇辦理出生登記。之後一家人流亡瑞典期間，Lily 因為身體健康問題，俾當局強制帶走，送往寄養家庭照顧。佢哋2個舊年回流香港。曾先生因為公屋分戶問題同細佬起爭執，2個月前遷往翠雅山房旅館。佢哋2個生咗細仔之後，又因為拒絕 DNA 檢測，導致細仔至今都冇出世紙。